啥？啊，什么呀？觉得这一次啊，他涨半天。切换现金在手的感觉真的非常不一样哦。Pong 彭恰恰去年8月宣布破产，欠下2.4亿的债务。演艺圈的李丢北、副业多多的吴宗宪力邀 Pong 加入电商到顶来探景。那Pong加入之后建议怎么样？谁的？我的。对啊。我没有看。你没有看？对，因为不是我在管理，我不会看数字，所以才会不会看数字。Pong已经带进200多个人进来。所以Pong的经济有因为这样比较好，比较环境比较好赚。我刚就要跟Pong讲啊，什么都别怕。当然以前呢，跟20年前大家哎呦，宪哥开工厂，我自己有5个工厂，宪哥做工厂，你行不行啊？20年前怀疑我的人，现在人在哪里？跳出来吧！还有做 LED 的说我们 LED 什么？我的 LED 工厂还在呀、人生哦，只要还在努力的，就不叫做失败。我们愿意给自己机会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Pong加油！我觉得你 OK 的，而且他这个一小段时间呢，已经有成长，啊，债务也消退。按照那个规划在做。对了，但是这个不好意思跟大家怎么样公开说。应该是好过。那当然啦，对呀、关关难过关关过嘛，对不对？我想我们讲这个千万收入不是梦。据电商业务执行长王世军透露，Pong已得到7位数的分红利润，接下来还有产品代言酬劳也有7位数哦。啊，我形容啊，那让他自己吧，因为他最近刚好要忙着官司的事情，对，给他自己去忙一下的。有联络，但不告诉你们。被误解也是演艺事业的，有没有？我怎么样？啊？真的吗？真的？你知道吗？来看一下3月29到4月4号。星座专家唐启阳在清明连假前夕曾提醒要注意各种交通意外，出行皆需小心。没想到在连假首日却发生太鲁阁号出轨的重大惨伤意外。原本国师的这段占星提醒只是让同好作为参考，不料这次被放大检视，甚至有人说在蹭热度。他6日与宪哥一同录吴山如的新节目，顺便来场私房悄悄话。一点点都不怕，因为被误解也是演艺事业的一部分。有些事情人们都会钻牛角尖嘛，难免我也会。那我虽然是专家，可是也算是半只脚踏进演艺圈了。谁不被误解？Sandy 要被骂得很凶啊！很多人都会误解自己是一个不对的人，你只是一个受害者，你只是一个受害者，你只是一个受害者。结果加害人却没事，受害者在难过。为什么？人家骂我们长得真丑，你开始很难过，那你就认同你是很丑了。人家骂我很丑的话，我就打他。哦，我就接受。这个悲伤就是爱情的一部分，这个被误解就是演艺事业的一部分。京剧他被误解太多了，所以这个最近的那个，哎呀，那还好啦。其实应该是被更多人发现我的存在吧。那不认识我、不熟悉我的人，就是先对我有一些看法吧。拜托你，真的是我心中的国师哎。他长得很像我国小老师。喂，如果我没有做错什么，就没事啊。你真的纠结就看看我嘛。我没有纠结。好，那就好。因为我认识你那么久，我觉得你比较倒霉。我还好啊。同场的来宾炎亚纶也在私房悄悄话中问宪哥：如果有一天啊，就是想大和解，会想跟田一来放大和解，没有两起怎么和解？仍然会学着放下。当下即是，释放的是，就是是非的，然后当下即是，是不是的是。是在提醒我也要放下，要放下放下。对对对，地震真的是那个引起的嘛？是我引起的。对，所以。